好，咁啊，唔該晒 William 啊！大家都知啊，即係中央政府對我哋特區政府嘅期望咧，就係作為一國發揮一國兩制嘅特色，咁啊協助內地有唔同嘅企業咧都可以即係走出去。咁啊喺個藥劑嘅發展嗰度咧，似乎香港都有一定嘅特色啊，同埋嗰個功能所在。咁啊睇下日間機制能唔能夠呢方面咧都可以協助到一啲內地嘅藥劑嘅企業啦。好啊，跟住咧就請團結香港基金會嘅周根進先生咧，就住呢個討論嘅議題咧，亦都俾大即係佢嘅意見啦。聽下 Dicky。好，首先今日多謝主辦機構啦，邀請咗我哋嚟做一個嘅分享啦。咁其實我喺咁多嘅專家面前都唔敢班門弄斧嘅，即係我哋其實好多時候做研究都要依賴咁多唔同嘅專家俾意見我哋，令我哋知多啲其實實際個執行情況如何，以至未來嘅發展方向啊等等。咁所以一啲專家嘅細節，咁我交俾佢哋去講多少少啦。咁我喺諗緊我有啲咩可以貢獻多啲咧，或者加到落個討論度咧，咁我會從一個比較宏觀少少政策嘅層面去講啦。咁主要有三個嘅方面，第一就係、想分享少少究竟點解會有一加呢一個嘅機制咧？其實政府對於香港喺醫療創新嘅定位係點樣咧？我哋見到其實喺政府推出呢個政策之前咧，其實個定位比較清楚，就係想香港作為一個國際醫療創新嘅樞紐。咁講到醫療創新啦，講緊嘅當然就唔會係即係所有嘢都用兩個 CPP，令到係其他審批完之後香港先用得嘅藥。咁呢個同創新嘅樞紐嘅角色當然係會有少少嘅出入啦。咁所以就會去推進一個嘅進程，就係可唔可以簡化呢一啲入藥嘅機制？可唔可以用一啲新藥可以盡快喺香港可以落戶到？咁呢個係成個嘅過程。而我哋都了解到咧，其實一加嘅機制咧，唔係一個終結點嚟嘅，唔係話改去到一加跟住就完咗。我哋都期望政府如果真係將香港打造成為一個國際醫療樞紐嘅話咧，呢個會有一個起始點。當我哋變為一加之後，慢慢可以擴展到更加多唔同嘅藥物，然之後可以模仿類似新加坡咁樣嘅模式，就係用一個簡略嘅審批，即係話再去 streamline 簡化當中嘅一啲審批，令到一啲嘅新藥啦，或者一啲嘅比較創新啲嘅治療方法啦，可以用一個比較快啲嘅方法，可以入到嚟香港，令到市民可以用到啦。而最終咧，都希望即係香港可以做自己第一層嘅一個審批，而唔係要依賴外地嘅一啲嘅審批機制。咁呢個係首先成個進程或者成個目標，希望可以做到㗎啦。咁呢個第一個就係嗰個定位嘅問題啦。第二咧，其實同 William 頭先所講都好類近嘅，就係嗰啲嘅數據嘅收集啦。咁數據嘅收集嘅話，其實而家有好多嘅 barriers 啊，以至未收集到。咁有啲咩嘅機會喺入邊？又或者係究竟有冇啲咩係香港係有優勢，而希望可以做到多啲嘅咧？我哋成日都講香港嘅醫療方面嘅設備也好，人才也好，其實喺全球嚟講都係頂尖嘅，都係好有質素嘅。咁有冇機會我哋可以利用多啲香港現有嘅而家已經有嘅資源，去希望可以做到，例如話而家嘅 clinical trial，而家嘅臨床嘅研究，其實香港嘅強項喺邊度？係咪可以用多一啲香港嘅強項？而我哋之後亦都知道啦，隨住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咧，其實創科會係一個幾重要嘅一個重點啦。咁隨住北部都會區嘅發展之後，會唔會有更加多新嘅一啲設施、新嘅一啲嘅配套喺嗰度出到嚟嘅時候，跟住先再推展呢一個嘅臨床嘅試驗，去到更加多廣泛嘅層面。咁我覺得審視下而家我哋嘅強項喺邊度啦，以至係點樣可以做好呢一啲嘅數據收集啦。其實我覺得呢個都會係現行嘅一個令到一家可以運行得更加順暢或者更加有效嘅方法。咁第三啦，就係去到未來嘅一個發展啦。咁如果未來嘅發展，我哋諗下，如果真係希望香港做到第一層嘅審批，即係話唔再需要依賴其他地方嘅一啲審批基準，用自己嘅資源、自己嘅標準已經可以做到審批嘅話，其實需要點樣嘅一個配套咧？點樣先可以令到呢個願景係達成到咧？咁需要嘅咧，唔單止係政策上面嘅一啲配合，唔係話單單係放寬一啲嘅規例，或者係推出某一啲嘅政策，唔單止係咁簡單，而係整個嘅醫療系統嘅配合。所講嘅醫療系統配合，包括好簡單，人才上係咪可以支援到啦？如果我哋要有做到第一層嘅審批嘅話，
咁嗰一啲嘅醫療人才，講緊唔單止係醫生，包括啲研究嘅教授等等，其實嗰一啲係咪配合到咧？咁呢個其實同而家政府所講，希望有多一間嘅嗰個醫學院咧，其實呢一啲嘅方向，我哋見到係有一個嘅 synergy 喺度嘅，有一個協同效應。所以如果喺宏觀咁樣嚟睇嘅話，我哋要睇嘅唔單止係呢個機制，而係背後支持住呢個機制一啲必要嘅配套，包括人才。包括頭先都有提過啦，點樣去擴大嗰個市場？會唔會藥械通嗰方面都可以更加可以放寬一啲，更加可以將香港嘅藥物喺市場上都可以推廣去到其他嘅地方咧？咁我覺得呢一啲嘅配套咧，對於一家嘅機制或者整個藥物審批嘅機制，最終能唔能夠有效幫到香港市民咧，其實係更加重要。所以就呢度少少咁樣講少少自己嘅意見啦，之後都交俾其他專家去講得更加深入啲。多謝大家。